我口罩在那边。啊，你没有戴起来，就是写一下，那直接写。没有带着我，刚刚我没有，不要讲那么多，先什么东西啊？先写，我什么东西我查，我什么东西。里面坐，我坐好，写一下资料。坐好，写一下，你要走再走，好不好？都看到了。我是路过，路过没有？路过可以啊，路过可以，没有说不可以啊。这没有戴口罩就是要开单嘛。写一下哈，罚钱而已，没什么。请坐一下，我做重要资料。写完就可以走了，写完就可以走了。你去外面跟他登记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哦，我不认识。好，就写一下。哎，我都看。本分局一日晚间巡逻行经华勋街时，发现某小吃店虽大门紧闭，为室内仍传出谈笑声及浓厚的烟味，疑似有安置营业的情形。经埋伏后，当场在店内查获负责人及2名陪侍女子，且在稽查的过程中，有1名未戴口罩疑似客人之男子进入。警方基于规定，告发男子未戴口罩及制作相关查记录后，已请市政府来做裁罚。警方在此呼吁业者务必配合防疫措施，落实停业规定，共同防止疫情。警方将不定时持续来做查。